其他消息来关心，台东的金峰乡兵务部落发生重大食物中毒的事件。这是一个80多岁阿嬷摕掺落的阿伯粉糊，族人同齐食煞了后，一人是出现抽筋、吐、无喘气、无心跳的症头，计共有12个人送上病院，有3个人死亡。台东县的卫生局即马已经介入调查，小署嘛当地化验这实在，要来了解死亡的原因。一若检验报告按算1礼拜内会出来。 台东县金峰乡兵务部落发现，可能是集体食物中毒。中秋节下昼，有一位老妇人摕另外一位族人送予伊的田梨做食材，用血动香加台啊，做做10条传统的阿拜，要分予亲戚朋友。伊家己先食，验过到暗时身体就无爽快，送病了不幸死亡。有20岁亲友赖九玲，要食这款村的阿拜。 到18透早，有11个人一直吐，赶紧送病院。留下来的，12点多他们又把那个阿伟9个阿伟拿出来，反正有吃的都有出状况了。像农药中毒的这个征兆呢？不排除，因为他身上会有他们身上都有一些味道，但是不确定有没有，我没有帮他送一个农药化验的那个检验酶去化验。 卫生局去部落采集检体，送食药署化验。食药署甲动物专家也到台东了解情形。食药署研究经验组伫收到血动药、田梨加食剩的食物3项检体，开始进行调查，并且对外公布相片。检验报告估计1礼拜内会出来。现在初步是知道是患者大概都是吃到这个。 阿拜之后，大概1、2个小时就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。卫生局讲，这件中毒事件有12个人送病院，包括老妇人总共3个人死亡，8个人还阁伫咧监护病房观察，1个人已经出院。食药署目前锁定田梨、血糖、曼陀罗加农药残留的问题，警方已经传唤卖田梨的族人来说明，信劳请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